后来镜头到上惊带着乌斑病，农业部甲业者研发着微生物防治法，用无霾菌来提升着土豆的健康率。 种土豆上惊拄到土白担心的问题，和土豆乌拍。根据农友统计，产年但是两边损失就达到5成到8成，而且无防治药剂。农业部台中农业改良场透过微生物防治方式，伫肥料内底加木霾菌新型的肥料，嘛授权农业公司业者量产。即马土豆目前上惊的就是乌壳，迄有损失8成，有损失5成，有损失3成。 不一定。有用过肥料的农民讲，土豆乌拍是农民常见的疾病。根据伊的个人经验，无霾菌会当互土豆较袂害起。产品一样是这2年才上市的，这2年开始接触，有用跟没有用的话，它对根部的一些抗性会好很多。业者讲，无霾菌对提升土豆的稳定性有真大帮助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